当地呢非常有名的这一道洛林咸派哦。那如果用洛林咸派的话，它基本上里面一定会有培根或者是蘑菇这两样材料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就是用比较传统的东西。那首先我们要做派皮的部分。其实咸派最主要的还是派皮。这个咸派的这个派皮要怎么做才会最好吃哦？那这是奶油，我们等一下先切成小块放进去，然后呢再放入面粉，一样是用低筋面粉。还有糖粉跟盐。那想要糖粉不用糖呢？因为用糖粉的话，吃起来质地比较细，比较像沙子的口感。但如果你用糖，只用白砂糖的话，它可能没有办法化掉，那吃起来口感就不好。好，再来我们就是用我们万能的双手把它融合在一起。然后在融合的时候呢，因为你的手有温度，所以在比较容易让奶油吃进就是面皮里面。然后你在揉的时候啊，要想象你的手是把空气放进去的，所以它才会感觉很松散，所以你不能用手用力的压它。对，而且我会注意到凯恩在做这个的时候，他5只手指呢是有一点分开的。对，好，让这个粉呢会从他的指尖也滑落下来的，而不是说很紧的这样去敲它哦，去敲啦。对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样。好，大家看清楚了吗？像不像杏仁粉？对，它的粉就是有点黄黄的，也很像那个起司粉。对。像你看面粉比较白嘛，所以这可以确认说它是把粉吃进去了。是。对。之后我们把蛋打到刚刚的面粉里面去。也是全蛋吗？是全蛋，对，都比较不会浪费。然后再来就把它拌在一起，拌成面团。好，那大家成团之后，你就把面团放到桌上，把它擀开来。那我们先在桌上上一点粉，以避免那个面团粘在那个桌子上面。然后这样擀面都把它擀开来，然后在擀的时候呢，就是尽量要把它一直换边，它粘在桌上。好，粉也不要加太多，因为粉如果加太多，你又破坏了它的配方了。没错，因为面粉太多的话，那口感就又不一样。尤其是这个都低筋嘛，对，越变硬，越变硬，对，没错。然后你的派皮呢，大小平分。模具再稍微大2个尺子，2个手指的关系。OK， 对，这样就可以。然后我们用刀背画出一个比较大的，2个指尖宽度的圆形。对。然后去除多余的塔皮。然后我们刚刚模具有先做过上油的动作，这样避免那个塔皮粘在模具上面。把它放到模具里面之后呢，轻轻的把它压到模具里面。这个动作要轻一点，如果你太用力的话，这个面它就会破掉，对，就会破掉，而且厚薄度会不一样。好，那这样我们用擀面把多余塔皮去除掉。我最喜欢看这个动作了。好，这个动作很帅吧？这样子出来之后呢，你整个塔皮就非常非常完整哦，也非常 perfect 哦。好，那再来呢，我们在卡片上搓这个很重要哦。对，没错，这个动作非常重要，千万不要 miss 掉这个动作。因为你在烤的时候啊，你的塔皮会散出热气来。那如果你没有给它散热的空间的话，它会鼓鼓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塔皮就会鼓鼓的，就不漂亮了。对。然后再来我们把它冰到冰箱，然后进去大概20分钟的时间。OK， 好。冰好的塔皮之后，它比较硬一点。再硬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准备进烤箱烤。然后我们准备一张烘焙纸，烘焙纸把它先稍微揉一下。揉一下之后呢，再把它铺到这个塔上面，因为这样子它比较能够贴合在那个塔模上面。哦，真的哦！哎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方法，你是在法国学的哦？对。然后我还以为是耍什么酷嘞，对，还是要故意揉成一块，弄皱之后再放进去，它就能够贴在上面，因为不然它的纸很硬，它会在跟塔皮会有一个空间在，所以要记得把这些纸揉皱了，这样有一种舒压效果嘛。哎，之后呢，
因为我们在烤派皮的时候呢，它会膨胀嘛。对。那为了不让它膨胀呢，我们在上面放一点重的东西，比如说像是豆子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。要烤多久？大概我们是用170度，然后烤20到25分钟。20到25分钟 ，OK， 好。现在塔皮烤好之后，我们把它做出炉的动作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要把上面的那个豆子给移开来，小心哦，很烫。好，可以看到它的塔皮的表面还是有点白白的，因为刚刚的豆子放在上面，它是隔热的，所以它就没办法完全熟。可是它的外面已经熟了。哦，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就是这个效果，对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就要准备炒馅料的部分。反正你想吃什么就把它丢进去就好。没错，就是清冰箱的概念。那我等一下，我培根跟洋葱会一起炒。然后我锅这边没有放油，所以就是用培根本身出的油去代替油脂。那这经过炒了这个动作之后呢，它的香气会散发更明显。哎，真的耶，这个培根啊，其实我去超市买培根，我都喜欢买那个带油花特别多的，我都不喜欢去买那个瘦的培根，因为瘦的培根我觉得都不香啊。没错，那油还是最香的。没错，胖再说吧，已经都不香了，都没有食欲了，那不行啊。我们大概炒一下，然后香味散出来之后呢，那个洋葱变得有点半透明的状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也不要炒得太熟。对，不要炒太熟，对，不要炒到焦糖色的样子。因为我们还要烤呢。对，还要烤。好了之后，就把它铺在派皮的底部。好香哦！我觉得好像没有人可以拒绝得了这个培根哦。然后蘑菇我们就是先切好了，把它铺在上面就可以了。哦，蘑菇不炒哈？不炒，对。OK。好，再来我们要做那个蛋液的部分。就把蛋先打在这个碗里面，稍微打散一下。啊，你看做西式的甜点的就是不一样啦。如果我们要给人家感觉我们非常洋化的话呢，就要用打蛋器啦。没错，不是像厨娘一样。哎呀，这个时候我本来想要拿筷子，你知道，赶快把筷子拿出来的这个念头赶快拿掉了啊。好，然后放一点就是黑胡椒跟意式香料，提升它的香气。然后我们没有放盐哦，因为那个培根已经很咸了，对，所以本身就不用放盐了。好，然后把鲜奶油放进去。这个是鲜奶油，不是这个那个什么优格。对，是鲜奶油。好了之后呢，要淋上去咯，就把它淋上去。像这样烤的时间应该蛮久的吧？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塔底比较薄，所以还好。对，大概烤2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哦，那很快就可以享受到这个香喷喷的洛林咸派了，尤其有带着这种培根香哦。那温度呢？温度的话180度。180度。好，烤25分钟。好，闻到这个培根好香的味道，应该可以出炉了吧？对，差不多时间到，我们把它做出炉了。好。哇，看起来好好吃！它就是一个金黄色的表面。然后你是出的时候，尽量赶快把它放到就是离开烤盘，它才不会去把它过度的烘烤。哇，洛林咸派，好，其实呢，不喜欢吃咸派的这个观众朋友，你可以尝试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非常娇小。这是我看过最小的派，最小的咸派吧，因为一般我们做的派都比较大，然后像披萨一样去切割这样子，这个应该可以是1人份的，而且非常的营养嘛，哈，又有蘑菇有蛋啊，对啊，其实营养价值非常高。甚至你喜欢吃蔬菜多一点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或是你可以加个生菜沙拉。我们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观众。